行菩提心学处分为六度：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此为修行方面的五度。智慧质量方面的是智慧度。所以前面的五度跟后面的所谓的那个智慧这两个来说的话，就是不同的地方呢。前面的布施也好，持戒也好，安忍也好，精进也好，禅定也好，都是为了福德质量方面的修持的方法。那么最后的智慧度呢，就是在智慧质量方面的修持度。所以我们要有能够获得殊胜的菩提果位的话，必须得要具备两种质量。第一个呢，福德质量；第二个呢，就是有智慧质量。那么这来说的话，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是从行菩提心，从愿菩提心，然后行菩提心，这样的过程是相当也是在摄受地还有圣义地这样的一个过程，都是必须得要经过的。这从完整的讲的话，那就是我们修持佛法，那么就是按照持续，按照怎么说呢，顺序，要以持地的这个修持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这样按照持地的修持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怎么说呢，成就一布施度。布施度分为三种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也有这样的一个分为三种嘛。布施度来说的话，也是第一个就是财布施，然后那个法布施，还有无畏施，以这种的三种的分别。这里接下来呢，就是用财布施开始讲。一、财布施财布施包括普通布施、广大布施，什么大布施？极大布施。普通布施是指将少至一把茶叶、一碗青稞以上的财物施食给其他众生。若自己的意乐清净所施食的财物，则无有多少之分。35佛忏悔经中说，乃至施予以狂生一口食物的功德。佛陀是善巧方便与大悲心的主尊。我们如果依靠佛陀所说的陀罗尼与一柱之力，则仅仅做一滴水、1粒米的布施，也能利益恒河沙数的恶鬼。做寿烟、荤烟等佛事，能对空有恶鬼有极大的利益。因此，那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看，前面我们就相当就是在财布施的方面来说的话，就有当然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么就是有所有的修持的方面都是有大与小的一个分别嘛。同样的布施也一样，今天做了大布施或者是小布施，做了一点点的布施等等，有这种的分别是会存在的，对不对？但是这里面说呢，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是有菩提心的情况下，为了所有一切众生获得圆满菩提果位，以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之下做任何一个布施，
都是有非常殊胜的。就像35佛禅里面所讲的，哪怕他就是做过一口食物给一个小小的蚂蚁，或者是小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动物，就是一个旁生的一个动物，给他做过一点点的那个一口食物的功德都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功德。那么这个为什么成为殊胜的功德呢？因为菩提心的力量才是最为殊胜的。那么我们在《入菩萨行论》里面也是有所讲，所以就是有菩提心的功德是就像如意树一样的。那么如意树的功德是，如意树是什么样的形容？如意树上面的这个树果来说到就各种各样的，而且是无穷尽的，就是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的。那么它好像也没有什么时间的选择，那个今天什么时间才是会有果实，那么就是什么时机呢？就是没有果实，没有这种的分别的。所谓的我们就一听到如意树的时候，什么时候都是有各种各样的果实，而且是有各种各样的珠宝也好，果实也好，花朵也好，各个方面就是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的这样的一棵树就叫如意树。那么其他功德就是如芭蕉树一样，这就是在那个菩萨行论里面所讲的。其他功德是什么呢？所有的其他的修持的一切功德，就是相当就是没有以菩提心的摄持的任何一个功德，就是芭蕉树一样。那么这个是它会有结果，但是也是不会就是永远就是摘下来就没有了，就是这种。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做任何的功德，不管是大的功德也好，小的功德也好，主要是没有以菩提心的摄持，没有去回向的情况下，没有圆满三殊胜的这种摄持的情况下，都会消失的。因为众生的烦恼是重重的，每天都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烦恼。一起烦恼的时候呢，就是烦恼是呢，就是相当就是消灭一切功德的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呢，就今天如果是没有回向的功德，没有发菩提心的功德，没有达到那种三殊胜的一切功德，不算是一个究竟的功德。原因是什么呢？它就是会消失的。所以这里面所讲的所谓的布施也一样，所谓的修持任何东西都一样。我们一定要了解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功德的大小跟功德的有所谓的这种达到那种福德质量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方面呢，就是有多少的菩提心。今天我们在听课的过程当中，前面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不是在我们在小堂里面就是学习自己的这种实践的文化一样，这个更不同的。如果是在学校里面，你就今天就是要进了教室，然后就是在学习一个课本的话，你前面不需要什么特别多的那个发心呀，为了谁呀什么，当然就是为了自己呀，为了要学好这个课本里面的内容，认认真真的听就可以了。那么学好了就是你就上学的效果就是已经是存在了。那没有学好的话，你没有什么上学的这个效果嘛。所以就像那在这个实践法跟修持佛法这两个的区别就是在这样。你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就你不光是在学习到它的内容，那么学习到它的内容当然就是需要的，而且最好的。然后就接下来就是在已经清楚了怎么去修持，怎么去发愿。但是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你就一进来坐下来的时候要发菩提心，这就是功德。那么就是以菩提心的基础下，然后呢就是了悟一切怎么说呢？一切众生、一切轮回的这种怎么说呢？因果的道理，一切呢就是在佛陀所讲的就是缘起心空的道理，没有空心以外呢，就是不会有第二个所谓的法的存在。那么在没有这个怎么说呢？那个菩提心的情况下，没有办法能够可以证悟空性的方式。知道这些的时候呢，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真正的达到正行的效果。那么最后呢，就是又为所有一切众生作为回向，那么祈愿。所以实际上在这个前行也好，正行也好，结行也好，都是菩提心。那么有菩提心的摄持的情况下，那么就哪怕做了一点点
为一个众生，就像我们今天讲到蚂蚁好了，这就是让一个蚂蚁你就对它做一点点的布施，或者是如果是今天一个蚊子吸了你的血的时候，你就不把它赶走，你让它吸一下，这个也是不是为了好玩那么就知道它是一个众生，而且是我的母亲。今天就好不容易它吃到一口饭，所以我就让它吸那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个功德所以呢，就是这个来说的，就是不是什么真正的就是大的布施，你就是放下很多，你不用去怎么说呢？那个想那么就是今天我就放弃这个，那么就是我会造成什么后果，都根本不用想，因为很小很小的一个对于我们来说的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功德来说的话，就是以菩提心的摄持的情况下，那就像如意树一样的，非常殊胜的。